素体模样啊！哭啊！杭州六股大山岗，思念你何不必说？你只听细雨在柳街干那中啊，寒风发天寒。流流大把西家古门河里呀去，天公很喜呀上，我子啊！有年送亲呐，中年头七呀，到了户口啊，有满意呀。天地上不同规矩啊，我知意啊，规矩啊，不同啊，啊。
方才我得了个梦，梦见母亲进来，满面足对我言说，他见的所有的事情，他看到我老多太两人孤苦相依，也比我两人半途失散。爸妈讲起，我就想了，母亲啊，母亲，记起我，好得留年外，留义父将我所留，前世匹配秋文从为妻，再也不是当年的这小规矩，你也做得安心了。父啊！马个声音，几次点亲压阵，原来不是我托个本梦啊！哎呀！果然有人提高，秋向哪里？父爷好事吩咐。秋向，你去后年门来，三更半夜去何人提高？将相爱难可言梦。遵命。众姐妹去何人夜班提高？将相夫人难考言梦。秋香姊，爱条姊妹，修法的修法，男生人嘅男生人呢，冇人提给我。哦。启禀夫人，后堂姊妹说他，佢哋修法嘅修法，男生人嘅男生人呢，冇人提高。我就muốn看来老眼光，今夜所谓嘅三班六房，三更半夜係何人提高？遵命。老燕哥，你猜嘛？邱兄弟，何事啊？老燕哥，今夜所谓嘅三班六房，三更半夜係何人提高？冇聽到呢，我條這片錯財嘅錯財，算錢量嘅算錢量，冇人提嘅話。哦。啟禀夫人，老燕公說他佢哋錯財嘅錯財，算錢量嘅算錢量，冇人提高。是嘛？也做怪誒，咁講係對咁咯嘅片。夫人，我就請老燕哥趕上門來。說得有理，也件事情就搞本老燕公問清楚來。曉得。老燕哥，夫人嫌你去趕上門來。遵命。金子啊，金子，嘛你呢？係我。原來係老燕公啊！我方才講嘅話，你有聽到冇啊？哈？你靠我啊？有哦，我方才有聽到你講隔壁有3隻廟誒，2隻富嘅，1隻主幹社，你是頭衰麼？按不頭就來打老粗。哎呀，冇聽到就冇聽到，你亂講乜嘅啊？夫人請愛來問你，生涯之中間中係哪一隻提嘅話？哈？夫人們萬人提高？
甘总无人提交。啊？无人提交吗？这夫人就谈到了呀。哈，有牙爱言呢，安尼一谈会到啊？老燕讲，实不相瞒，我俩位属于个老年犯，也可是老爱无相干咯。其迄本圣安老爷才人那个西施太版，求上万好，天堂难耐，但才甘露提交。我俩哈即刻去处理，本记知晓，唔好搁再提交嘞。且慢，你这俩等我的消息再做打算。啊？我等你消息啊？好，我就伫遐等你哦。启禀夫人，今日汇报甘总书店一名的老犯人，本先前审案的老爷才人打了40台板，口上蛮好，天通难耐，故所提交啊。哦，甘总犯人提交，恋爱身材好雅的谈得到。想必其中天有眼情。燕公，猜。你去提交老犯人前来问话。夫人，老爷查案未悔，老奴。夫人喊你去就去，一切事情由夫人担待。老奴遵命。今日啊，开了监门所，我会提掉犯人啊。提交嘛啥？方才提交嘅咋？老燕讲可有公文？夫人说妥，开了监门所，提掉犯人过去问话。你嘅意思系你冇公文？做唔得哦，老爷知晓啊，我是吹唔起哦。老爷假使知晓啊，夫人担待。夫人担待。当真？当真？莫假。莫假。一次，我来吊你。哎呀，有数哦！我再给我打嘞，老爱，哎呀，事情太跳嘞！哎呀，太说啊，老燕公奉了夫人的命令，前来提掉你，你那些尸体嘞，爱掉就惨的啦，家家上来呀！皇公夫人也搬来提升啊，两脚天痛，难行四重奏。听筒啊，行天筒，今日你来吧。我无哦，犯人的监总是归我所干，已经拿出地监门，我你嘞。我爱呀。来，请教一下，不用的nhà嘅房间是nhà嘅，除了疼痛，唔就变矮嘅呀。呸！老燕公，你讲了嘛个话，真爱骗你啊！哎呀，你分明就盲头，你就好心帮忙，记得行山吧。我唔讲啊，你也条路啊，你去个搞菜。哎呀，已受气哦。罢了，挨来吧。
就挨来吧。挨了74人的老骨头，还爱照顾了60人的，唉，凊彩个。邱兄弟啊，老饭人到了。有请夫人。老燕公，我为了夫人口头请安。启禀夫人，老饭人讲为老你口头请安。顺义过来。夫人才上，饭人口头。真是怪了，为何需要老饭人一拜，乃是头嫌木案？老燕公，菜欠一个老饭人面向田，在前面嘅梯坛本记错。遵命。老饭人啊，夫人吩咐你面向田，有糖到冇啊？面向田，面向田。老燕公，菜你退下。遵命。一个老饭人，你家出哪位？是何名相啊？夫人啊，挥前开口，泪涟涟啊！尊上夫人啊，我愿你家出哪位？竹林洞里那条村啊，村中下女风上月。吃饭，上一个老饭人，咩老爱强用，带菜马蹄村嘛。老饭人，你想何名谁？夫人啊，饭人想你啊，担娘皮。董会长，兄弟，本是我也的名相，一个老饭人
也免喊你去么？